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逆流大叔嘅頻道。講起 KK 園，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電擊禁錮、強迫詐騙。新聞日日報，個個都知嗰度係人間地獄。但係最令大叔覺得心寒嘅唔係詐騙集團有幾殘酷，而係明明全世界都知，點解仲有源源不絕嘅水魚會自己買張機票，滿懷希望咁將自己送入去。今日大叔同你用易經起一卦，睇透呢種飛蛾撲火背後嘅人性黑洞。原來真正困住佢哋嘅根本唔係高牆同鐵絲網。今次我哋點樣起卦呢？KK 園嘅本質係一個以高薪快錢天堂為有利，實質係將人當作資源去榨取嘅巨大陷阱。表面上宣傳影片入面係高樓大廈、泳池派對、月入10萬，但實際上入到去就係插翅難飛嘅囚籠。表面包裝得極度華麗，屬火為利，但內裏卻係一個只入不出、暗無天日嘅深淵，屬山為緊。外火內山合埋一齊，我哋得出今次嘅主卦火山旅卦。旅字面解就係旅行、流浪、客死異鄉。喺易經入面，旅卦講嘅就係一個人離開咗自己嘅根基，去到一個完全陌生、無法掌控嘅地方。點解會有咁多人中計？我哋睇下今次嘅動搖，落咗喺九四爻。爻辭話：旅於處得其之苦，我心不高興。我用最白話解釋俾大家聽。即係話你作為一個過客，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，表面上好似揾到個落腳點，甚至攞到少少路費，即係知府。但係你內心深處其實一直充滿恐懼同不安。呢個畫面將嗰班被騙去 KK 園嘅人嘅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。詐騙集團俾嘅有利係乜？就係個少少知府，佢哋會先幫你買機票，甚至預支少少安家費俾你。好多受害者就係俾呢種表面嘅好處蒙蔽咗，佢哋以為自己係去掘金。但係火山旅卦一早就警告過，火喺山上燒，火勢蔓延得好快，但燒完之後咩都冇留低，根本冇辦法長久停留。真正恐怖嘅旅卦揭示咗人點解會落入陷阱，因為你想走捷徑。好多去 KK 園嘅人喺原居地可能負債累累，或者急於證明自己，佢哋急需一場暴富去改變命運。詐騙集團就係睇準咗呢一點，為佢哋度身訂造咗一個不勞而獲嘅幻象。當一個人內心充滿貪念，急住想逃離現實嘅時候，佢嘅理智就會自動過濾所有嘅警告，只睇到嗰個虛幻嘅天堂火山旅。話俾我哋聽，當你離開咗自己嘅根基，去追逐一個虛無縹緲嘅火光時，危險就已經開始咗。面對呢啲充滿誘惑嘅機會，究竟點樣先可以避開？大叔想留低幾個問題等大家自己諗諗。第一，當一個機會好到令人難以置信，好到只需你帶個人去就可以月入10萬，你覺得自己身上究竟有乜嘢獨特嘅價值，值得人哋俾咁高嘅代價？係你嘅能力定係你嘅器官？第二，人生當中有好多困境，好似負債或者失業，的確令人好痛苦。但如果為咗逃避眼前的困難而選擇相信一個不勞而獲的謊言，呢種逃避最後要付出嘅代價，你有冇認真計算過？第三，旅卦提醒我哋，做人最重要係有根。當你覺得眼前嘅生活好辛苦，想不顧一切搏一鋪嘅時候，你到底係真係見到出路，定係只不過俾內心嘅焦慮同貪婪推向一個更深嘅火坑？易經幾千年前已經睇透人性， KK 園只不過係呢個時代用嚟裝載人類貪婪同無知嘅一個容器。真正嘅陷阱從來都唔係喺緬甸或者柬埔寨，而係喺每個人嘅貪念之中。如果你覺得大叔今日嘅分析有道理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我係逆流大叔，同你用易經看透天下大勢。我哋下集見。